就係咁多啫。我心好平安。跟住嗰陣時啱個事工開始咗1年，翻去我唔知點會籌到錢㗎。嗰陣時需要20萬加幣1年就好少㗎咋。20萬俾人捐俾你啊，咁係嘛？即係翻到去加拿大咧，嗰陣時嗰個我哋個會計，佢話今年咧好奇妙喎，謝你開始1年就有27萬奉獻嚟咗，仲多7萬啊！俾我需要仲多7萬，上面真係有預備。你放棄100萬、120萬港幣，結果27萬加紙係多過個百幾萬港幣啦。之後我哋越嚟越多啦，因為我哋要扶貧啊，幫助窮人啊，我哋需要幾十萬嚇，60-70萬。總之你要幾多，嗰年就係俾幾多你。我真係佢好奇妙。你想多啲又冇喎，上帝我想1000萬又冇喎。你嗰年係預備budget咁多，就到尾就夠嘅。我試過1個月係冇錢出糧俾我啲同工，我話死啦，咁啊宣佈，因為已經月尾啦嚇。今個月5折支薪啊，大佬啊，大家為咗主犧牲勒緊肚皮。點知因為我哋仲爭7000蚊，突然間講完宣佈完之後，郵差的封信上嚟，的答信就拆開一封信就係7000蚊，裏邊嗰個姊妹佢話主叫佢俾呢個錢我。哇！我覺得真係有時嗰種奇妙不可思議。所以當我上過嗰個世界，我知道不但好靚，原來我哋憑信心走上神嘅道路。你為佢犧牲嘅時候，佢會為你安排翻各方面嘅需要，以至到我哋係可以更好嘅用各方面佢預備嘅資源嚟服侍佢。嗰邊嘅世界原來好真實。有時我喺中國奔走好耐，好辛苦。我主係咪真係你喺我身邊啊？神會突然間答我：你走咁多地方，嗰陣時又唔係愛滋病，嗰陣時係沙士啊，到咁多病，你都冇事，你就話我唔同你同在。我又係喎，真係乜事都冇啊！食乜都唔死喎我哋個祝福好大。而且我哋嘅生命造成他人嘅祝福，其實天堂唔使等死後去，而家你經歷呢啲就係天堂，唔使匿埋眼見光。你唔好翻去聽完，我上帝我都想見下，揾啲光照下我，唔使嘅，唔使神秘經驗嘅其實你內心嘅喜樂就係上帝同你同在。呢個死而復活嘅主，佢會俾你新嘅生命。佢俾到你唔使懼怕死亡嘅盼望，佢俾到你內在佢創造嗰度嚟嘅愛同埋喜樂係無法描寫嘅。讓我哋一齊低頭安靜。人生好多時候好忙亂，為好多事務繁忙，有啲事讓我哋憂心掛慮，有啲事讓我哋煩惱，有啲事讓我哋痛楚傷心。趁呢個時刻，讓我哋安靜落嚟，讓我哋以真誠嘅心試下用呢個真誠嘅心面對上帝，試下將我哋內心痛楚傷痕話俾上帝聽。佢係無所不在嘅主，佢常與我哋同在，其實佢就喺我哋身邊。我哋試下將我哋內心嘅痛苦話俾佢聽，求佢醫治我哋，安慰我哋，又將我哋隱藏喺心中所有曾經有過嘅罪過向佢承認。一啲曾經令我哋好內疚嘅，我哋自己都做得唔好嘅，或者我自己內心嘅罪過向佢承認，向佢悔改。其實呢個係我哋可以潔淨心靈嘅時刻，係我哋可以經歷上帝永恆嘅慈愛嘅時刻。你試下將你內心呢啲話同佢講，求佢醫治你嘅傷，求佢安慰你嘅苦楚，亦求佢洗乾淨你內心種種嘅污穢罪過，讓你得到潔淨。喺呢個時刻係你接近緊神聖嘅時刻，你可以經歷呢位真神。如果你心中有感動，呢個係上帝對你嘅感動，佢呼喚緊你，佢話你嚟啦，你嚟啦，你嚟到我身邊，你翻嚟啦，唔好再流浪啦，我要擁抱你，我關心你，我愛你，
你受嘅痛苦我好清楚。我當年釘在十字架上，就係要承受你個痛苦，就係要寬恕你個罪過。上帝話俾你聽，佢等待緊你翻去。佢你翻嚟啦，你翻嚟啦，我要擁抱你，我嘅兒女，我要擁抱你，我會俾你永恆嘅福樂，我會俾你真正嘅天堂嘅喜樂。唔係一定見到神秘嘅事，而係因為你內心經歷到呢一種真實。咁喺呢個時候，你願唔願意打你個心接受呢位真神啊？喺你內心有感動，你願意嘅，或者你離開咗神好耐，你今日願意翻去神嗰度嘅，呢個時候你可以做一個嘅決定，接受呢位神入你生命當中。呢個係你最寶貴嘅時刻，去經歷呢種神聖美善。如果你有呢個感動，我想為你禱告，我想祝福你，我邀請你喺座位上輕輕舉舉手俾我知道。感謝主，我睇到，感謝主，我就冇咧，就咩？感謝主，我睇到，感謝主，我睇到，就冇邊位咧？請你舉舉手，我睇到4、5位嘅朋友，感謝主，我睇到，就冇邊位咧？請你舉手，願主嘅愛，感謝主，願主祝福你，就冇咧？感謝主，感謝主，我睇到，感謝主，我睇到，主祝福你，就冇咧？就冇，感謝主嚇，好，請放低，就冇咧？有邊位咧？請你舉手。願主嘅愛今日臨到你身上，佢個祝福喺你身上，讓你一生能夠喺呢個時刻有改變，因為遇到呢位神，佢嘅安慰，佢嘅慈愛會改造你。仲冇邊位呢？仲邊位呢？請你舉手。感謝神，請放低。感謝神，請放低。仲冇呢？仲冇呢？感謝神，請放低。仲冇呢？仲冇呢？請你舉手。主祝福你。仲冇呢？仲冇呢？好。我見到有10幾20個嘅朋友做咗呢個好重要決定，呢個係人生好寶貴嘅決定。願意呢個時刻，你真誠面對呢位真神。我而家做一個祈禱，剛才舉手嘅朋友，你願意決志接受呢位基督嘅，你舉手朋友，請你內心同我一齊祈禱。我講嘅時候，你個心同我一齊講啊！我講，你心同我一齊講就得㗎，用你嘅真誠面對上帝。如果你冇舉手，但係你願意嘅，你都可以內心同我一齊祈禱。上帝知道你心中嘅說話。親愛嘅天父，喺呢個時刻，我嚟到你嘅面前，帶住我自己，我嘅過去，我一生嘅辛酸勞苦，你知道。我有過嘅痛苦，你明白。天父啊，求你醫治我受過嘅傷，求你安慰我受嘅痛苦。仲有我做錯嘅，我心中諗錯嘅，我有嘅內在嘅唔好嘅罪過嘅，求你寬恕。我願意懺悔悔改。讓我將所有煩惱罪過放在你面前，求你一舉潔淨除去。我而家願意打開我嘅心，接受耶穌基督入我生命裏面，成為我嘅主，將我嘅過去所有嘅苦同罪，就同基督一齊攞走，讓基督攞走，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除去我嘅苦同罪。又讓我同耶穌基督一齊復活，有新嘅生命。天父，我哋感謝你，因為你嘅復活顯明真係有另外一個世界嘅存在，死後真係有永恆嘅存在。天父，我感謝你，我願意接受你嘅永恆進入我心中，讓我一生跟從你。主耶穌基督，讓我將你嘅愛帶俾更多嘅人。天父，也求你賜下聖靈在我心中，讓我一生無論幾艱難我都有信心，無論幾困苦我都有盼望，無論咩嘅狀況我都識得去愛其他嘅人。讓我活着唔係數算我過去嘅苦楚，讓我活着係能夠愛更多嘅人。天父，我感謝你，你接納我成為你嘅兒女。你讓我得救，我感謝你。我咁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，阿門。